我同你講，巴西呢個國家背後隱藏住好多令你意想不到嘅禁忌同危險。今次我就同大家一齊揭開巴西最得人驚嘅10大禁忌，由極度危險嘅邪惡貧民窟到令人難以想象嘅足球禁令，每一條都係用無數遊客嘅血淚教訓換返嚟嘅。去旅行前，你真係一定要知。講到巴西，好多人第一時間就想去睇下當地好出名嘅貧民窟，好似動漫或者電影入面嗰種好有特色嘅彩色小屋咁。但係你千祈唔好以為嗰度係咩旅遊景點。喺巴西，特別係里約熱內盧，呢啲貧民窟被當地人稱為法維拉。呢度係一個完全冇法律可言嘅世界，入面充斥住毒販、黑幫同埋重型武器。你以為自己行入去係去冒險、去打卡？但係喺黑幫眼中，你只係一隻識得行路嘅肥羊。好多遊客因為貪得意或者行錯路、跟錯導航，一唔小心入咗去，結果就再都出唔返嚟。喺呢啲地方，連當地嘅警察入去都要坐裝甲車，帶埋重型機槍先敢行入去。你憑咩覺得自己可以安安全全咁入去散步？所以去巴西第一個最硬性嘅禁忌就係絕對唔好信網上啲咩貧民窟一日遊，亦都唔好跟住導航盲摸摸咁行。見到啲屋越來越密、越來越爛，就要即刻越行越遠，回頭是岸。除咗貧民窟之外，巴西人對足球嘅狂熱程度亦都衍生出一個好恐怖嘅禁忌。大家都知巴西係足球王國，足球對佢哋嚟講唔單止係一種運動，而係一種宗教，一種不容侵犯嘅信仰。如果你去到巴西，千祈唔好隨便喺條街度着某隻特定球隊嘅波衫，更加唔好喺酒吧或者公眾地方大聲批評當地嘅球隊或者球星，因為喺巴西，球迷之間嘅暴力衝突係會出人命嘅。每逢有打盃大戰或者重要嘅聯賽，唔同陣營嘅球迷係會直接喺條街度開大片，甚至動用武器。如果你着錯咗色，或者講錯咗一句說話，好容易就會被對方嘅激進球迷當成係挑釁，跟住落嚟發生嘅事，真係邊個都幫你唔到。更加不可思議嘅係，巴西曾經因為球迷暴動太過嚴重，政府同足總要下達一啲極端嘅足球禁令，例如禁止客隊球迷入場，甚至喺某些特定區域禁止集體着某隊嘅制服。呢種對足球嘅狂熱已經到咗一種近乎瘋狂同扭曲嘅狀態，所以作為遊客，保持中立，唔好盲目跟風參與任何足球討論，先係最明智嘅保命之策。再嚟我哋講下巴西嘅日常社交同埋街頭禁忌。喺香港，我哋平時同人講嘢或者影相，好鍾意順手俾個 OK 嘅手勢，即係將條大拇指同埋無名指圈成一個圈，其餘3隻手指伸直。呢個手勢喺亞洲或者歐美好多地方都代表冇問題、收到或者好，但係你記住，去到巴西，千祈唔好做呢個手勢。因為喺巴西嘅文化入面，呢個手勢係一個極度侮辱性嘅粗口，地位等同於你對住人哋俾中指，甚至更加嚴重。佢帶有強烈嘅性暗示同埋人格侮辱。如果你對住個巴西人俾呢個手勢，人哋會覺得你係喺度當眾羞辱佢，分分鐘會即刻同你開火。之前就有外國政客去到巴西，因為唔知呢個文化背景，喺落飛機嘅時候對住群眾俾咗個 OK 手勢，結果搞到公關災難，當地人憤怒到不得了。所以喺巴西，如果你想表達冇問題，最安全嘅做法係直接豎起條大拇指，即係俾個讚嘅手勢。呢個先係當地人接受嘅正面回應。講完手勢，就要講下街頭嘅治安禁忌。呢個係好多香港人最容易犯嘅錯誤，就係條街度做不夜天或者低頭族。喺香港，我哋好習慣半夜3更行街，或者一邊行路一邊拎住部幾千甚至過萬銀嘅智能電話睇片、覆訊息。但係如果你喺巴西咁做，你基本上就係同啲劫匪講，快啲嚟打劫我。巴西嘅街頭犯罪率高到你無法想象，行劫、偷竊係每日嘅家常便飯。當地人有個共識，就係入夜之後絕對唔好單獨喺條街度行，特別係一啲靜僻嘅街道或者落咗閘嘅商業區。如果你真係要出夜街，一定要搭的士或者用當地的士叫車軟件，而且要喺室內等架車到咗先好開門行出去上車。平時喺街度，你部電話、你隻名錶，甚至係條金鏈，都一定要收得好安全。千祈唔好喺條街度大搖大擺咁拎部最新款嘅電話出嚟打卡，因為好多飛車黨或者打劫嘅小偷會喺你完全意想不到嘅角度衝過嚟，一下搶走你部電話。到時你唔單止冇咗部電話，仲可能會因為拉扯而受傷。除咗財不露眼之外，去巴西行街仲有一個關於錢嘅禁忌，就係千萬唔好帶太多現金，但係又唔可以完全唔帶現金。呢個聽落好似好矛盾，但其實係當地生存嘅智慧。
如果你身上帶太多現鈔，一旦被偷或者被打劫，損失就會好慘重。但係如果你一毫子都唔帶，純粹諗住用信用卡，咁樣一樣好危險。因為喺巴西有一種情況叫做保命錢。當你真係唔好彩遇到持械打劫嘅時候，你一定要好冷靜、好順從咁拎出一部分現金俾個劫匪。如果你同佢講你冇錢，個劫匪會覺得你喺度玩佢，或者覺得你冇價值。佢一憤怒起上嚟，可能就會做出傷害你身體嘅行為。所以去巴西旅遊最正確嘅做法係將大部分嘅錢同埋重要證件放喺酒店嘅保險箱，身上只係帶少量嘅現鈔，而且要分開幾個袋放。萬一遇到打劫，就將其中一份保命錢交出去，保住條命先係最緊要。講到呢度，我哋再深入少少講下巴西嘅文化同宗教禁忌。巴西雖然係一個表面上好熱情、好開放嘅國家，但其實佢哋喺某些觀念上係非常保守同傳統嘅，特別係宗教方面。巴西係世界上天主教徒人口最多嘅國家之一。你去到當地會見到周圍都有好宏偉嘅教堂，包括最出名嘅耶穌山。所以喺巴西，千祈唔好講任何褻瀆神明或者批評天主教嘅說話。即使你本身無宗教信仰，去到人哋嘅教堂參觀，都一定要保持絕對嘅尊重，唔好着得太過暴露，唔好喺入面大聲喧嘩或者嬉皮笑臉。另外，除了天主教，巴西仲有一種融合咗非洲傳統信仰嘅本土宗教，叫做坎東布雷。呢種宗教帶有好多神秘嘅儀式同埋禁忌，例如佢哋有時會喺條街嘅十字路口放一啲祭品。如果你喺街度見到一啲古怪嘅食物、蠟燭或者洋娃娃放喺路邊，千祈唔好因為好奇而行，以往去踩佢、踢佢或者伸手去摸，更加唔好口賤去取笑。尊重當地嘅宗教信仰，先可以避免招惹到一啲你無法解釋嘅麻煩。好啦，跟住落嚟呢個禁忌，可能好多人都會忽略，但係對香港人嚟講，其實好大文化衝擊，就係關於時間嘅觀念。喺香港，我哋講求高效率，約咗人幾點就幾點，遲到過15分鐘都已經覺得好過分。但係喺巴西有一種好獨特嘅文化，叫做巴西時間。如果一個巴西人約你夜晚8點鐘食飯或者去派對，你千祈唔好傻到準時8點鐘到，因為如果你準時到，你會發現主人家可能先啱啱沖完涼，連衫都未換好，個場地亦都未佈置好。你準時到反而會令到對方覺得好尷尬，覺得你俾咗壓力佢。喺巴西嘅社交習慣入面，遲到半個鐘頭到1個鐘頭，先係真正嘅準時同埋有禮貌。佢哋覺得生活應該係慢節奏，享受當下嘅，太過分秒必爭會令人好大壓力。所以如果你同當地人做朋友或者應酬，學識放慢腳步，唔好因為對方遲到而大發雷霆，呢個係融入當地生活嘅重要一步。再講一個關於飲食文化嘅禁忌，呢個對中意食嘢嘅香港人嚟講都好重要。巴西最出名嘅美食之一就係巴西烤肉，當地人叫做楚拉斯科。去到呢啲烤肉店，通常都係無限量供應，啲侍應會拎住好大串啱啱烤好嘅肉嚟到你張台旁邊，即場切俾你。喺呢啲餐廳度，你張台上面通常會有一個好似杯墊咁樣嘅小牌，一面係綠色，另一面係紅色。綠色代表我仲要食，請繼續俾肉我。紅色代表我夠啦，停一停。呢個牌嘅使用係一個好嚴格嘅社交禮儀。如果你已經食飽或者想休息下，但係你唔記得將個牌翻轉去紅色，啲侍應就會源源不絕咁將啲肉堆滿你個條碟。喺當地人眼中，如果你由得啲肉放喺度變凍，食唔晒而浪費，係一間非常無禮貌而且唔尊重廚師嘅事。所以食巴西烤肉嘅時候，一定要隨時留意住自己張台個牌嘅顏色，食幾多攞幾多，呢個係基本嘅飲食同社交尊重。跟住落嚟呢個禁忌，關係到你喺當地嘅人身安全同埋同人溝通嘅態度，就係千萬唔好喺巴西人面前表現出一種高高在上或者隨便將佢哋同其他南美國家比較嘅心態。好多外國人去到南美，會自然覺得全個南美都係差唔多，甚至以為巴西人都係講西班牙文。呢個係大錯特錯，而且會嚴重得罪巴西人。巴西以前係葡萄牙嘅殖民地，所以佢哋嘅官方語言係葡萄牙文。巴西人對自己嘅國家、文化、語言有一種極度強烈嘅自豪感。如果你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好理所當然咁用西班牙文同佢哋講嘢，或者問佢哋點解唔講西班牙文，佢哋會覺得你非常無知而且無禮貌。更加唔好喺佢哋面前提起阿根廷。因為巴西同阿根廷喺足球、文化各方面都係世仇，你喺巴西讚阿根廷，等同於喺人哋傷口上撒鹽。所以同當地人溝通，一定要搞清楚人哋講葡萄牙文，尊重人哋嘅獨特性，咁樣你先會得到當地人熱情嘅招待。好啦，終於去到最重要、
最震撼，亦都係我開頭所講排喺第一位，對所有女性嚟講，直情係一場噩夢嘅禁忌。呢個禁忌就係喺巴西，千萬唔好一個人去公共洗手間，亦都絕對唔好喺沒有熟人陪同嘅情況下，喺酒吧或者夜店接受任何人遞俾你嘅嘢飲，甚至連離開過你視線嘅飲品都唔好再飲。你可能會話呢啲安全意識去邊度都要有啦，憑咩話喺巴西係第一位嘅噩夢？我同你講，巴西嘅女性安全問題嚴重到一個外人無法想象嘅地步。根據當地的官方統計數據，喺巴西大約每10分鐘就會有一宗針對女性嘅嚴重暴力或者性侵犯案件發生。呢個數字唔係講笑，係真真切切，每日都在發生嘅人倫慘劇。喺巴西嘅一啲大型節日，好似最狂熱嘅狂歡節期間，條街道幾百萬人一齊跳舞、飲酒，場面好似好開心、好奔放。但係喺呢啲人山人海、酒精同埋藥物充斥嘅背後，往往隱藏住無數嘅罪惡。好多犯罪分子會趁住混亂喺女性遊客嘅飲品入面落藥，當地人叫呢種藥做灰姑娘。呢種藥無色無味，一旦中招，受害者喺幾分鐘之內就會失去意識或者失去反抗能力。更加恐怖嘅係，有啲犯罪分子甚至會集體行動，喺一啲公共洗手間門口或者偏僻嘅後巷埋伏。如果一個女性單獨行入去，基本上就係將自己暴露喺極度危險嘅境地。喺呢個時候，你遇到嘅唔單止係財物嘅損失，更加係身體同心靈一世都無法磨滅嘅重創。呢個禁忌之所以成為第一位嘅噩夢，係因為好多去巴西旅遊嘅女性，往往被當地表面上嘅熱情、奔放、自由嘅氣氛所迷惑。佢哋見到當地人着住比堅尼喺沙灘度跳舞，覺得呢度係一個女性解放、好安全嘅地方。但係佢哋忽略咗喺呢個熱情嘅外殼下面，當地嘅法律對女性嘅保護其實存在好多漏洞，而且社會上根深蒂固嘅一些不良風氣，令到好多罪犯對女性極度唔尊重。所以如果你係女性，或者你身邊有女性朋友打算去巴西旅行，一定要記住呢條保命符。無論係去幾高檔嘅餐廳，定係去幾熱鬧嘅酒吧，去洗手間嘅時候一定要同同伴一齊去，互相有個照應，絕對唔好單獨行動。喺夜店玩嘅時候，任何陌生人請你飲嘅嘢，無論對方生得幾靚仔，表現得幾紳士，都一定要堅決拒絕。你手上面杯嘢飲，只要離開過你嘅視線，就算只係1秒鐘，都唔好再飲，直接掉咗佢。在巴西，保持最高級別嘅警惕，唔好有一絲一毫嘅心存僥倖。呢個唔係過分敏感，而係確保你能夠平平安安返屋企嘅唯一方法。巴西確實係一個充滿魅力、色彩斑斕嘅國家，佢有世界上最壯觀嘅大自然景色，有最熱情嘅音樂同舞蹈。但係呢個世界上無完美嘅天堂，喺美麗嘅背後，往往伴隨住同等程度嘅陰暗面。我今次同大家分享呢啲最得人驚嘅禁忌，目的唔係要嚇到你不敢去，而係希望每一個熱愛旅遊、想去探索呢個世界嘅人都能夠喺出發之前做足最充分嘅心理準備同埋安全措施，了解一個國家嘅禁忌，尊重當地嘅文化同底線，同時保護好自己嘅人身安全。呢個先係一個成熟、聰明嘅女者應該有嘅態度。希望大家記住呢啲用血汗換返嚟嘅教訓，去到巴西嘅時候，開開心心出發，平平安安返嚟。